我自己本身係一個醫生，亦都係個教授啦，想跳出嚟個舒適圈，更加嚟到充實自己，更加去認識了解呢個世界。咁我覺得我哋如果每個人願意跳出自己舒適圈咧，我會覺得個社會會變得更加美好嘅。我哋做醫生好多時每日見到好多嘅病人受好多嘅苦，有好多嘅問題，好多嘅診斷或者醫治我哋無能為力。第二，我做咗好幾十年科研，我覺得唔應該停留喺個知識學術嘅層面，點樣可以將我啲新發現、新知識轉化成為一種技術？呢個技術要落得到地，可以令到一般普羅大眾嘅市民都受惠呢。我覺得今時今日我哋要向呢個方向行。其實呢條路好難行嘅，咁但係我好強調係要個初心啦。個初心點解你要做呢樣嘢呢？如果你想發達嘅話呢，我覺得你唔好做呢一樣嘢。可能每200間嘅呢個創科公司呢，可能得1間可以生存得到。大約5年前開始嗰陣時候呢，我哋極少嘅資金係一個好細嘅呢一個商業樓宇裏邊租用一張嘅書台嚟到開始做分工合作。我自己本身同我自己做科研嘅團隊呢，做啲真實好嘅科研成果出嚟，咁令我哋本身有啲執行嘅團隊，佢識得點樣將我哋嘅科研轉化成為一啲嘅技術，以至點去推出嘅市場，幫到社會大眾。第一呢，就希望可以透過改善我哋嘅腸道微生態，變成一啲新嘅腸道微生態配方，透過科研臨床實證可以改善我哋一般市民嘅健康，減少疾病嗰個風險。第二呢，我哋真係可以希望將呢啲細菌變成藥物，呢個需要更加長嘅時間，好大嘅投資。而第三方面，我哋同一時間做緊呢，就係將我哋腸道嘅微生物變成一啲生物樣本嘅標記，幫我哋及早知道有冇大腸息肉嘅復發啦，診斷小朋友有冇自閉症，或者幫助我哋將來腦退化各方面嘅及早診斷呢方面嘅問題嘅。咁呢啲係我哋未來希望可以將呢一個腸道微生態呢一方面帶入嚟嘅香港，以至我哋嘅大灣區成為一個新嘅醫療產業。如果我哋能夠做到好嘅科研成果出嚟，將來一定會吸引到好多唔同嘅投資者，願意係想將香港變成呢一方面嘅創科嘅中心。因為大學始終都係講教育第一，咁科研評核嚟講係學術水平發表文章。至我希望大學做到一樣嘢咧，就係話要講科研，要講教育，要講社會服務，包容到唔同嘅人咧，最緊要係。